天好，我是许丽玲。下晝2:12呢，歡迎大家聽到客家清新聞來關心一下疫情的清新動態。早晨基隆市有舉辦的一個社區防疫嘅演練，希望來詳細公布講社交距離、詳細嘅規範內容怎樣來做，繼續來關心現場記者會嘅情形。好朋友們，大家午安啊！謝謝大家好鍥而不捨來關心國人的健康。那今天我們記者會除了我們的陳指揮官以及陳副指揮官出席之外，在我們陳指揮官，在副指揮官左側，是我們醫療應變組的石副組長，那也是我們的醫師司司長。那在我們指揮官右側，是我們專家諮詢小組的召集人張尚存張教授。那在我們後面是我們這個應變中心的發言人莊仁祥莊發言人。那接下來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昨天到今天一個工作的一個進度。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那今天我們有新增的16例確診，那14例是境外移入，那2例是本土。那在我們今天這16例裡面，2例在本土14外進入這移入，分別本土個案是70歲的男性，案307；20多歲的男性，案322。那近期均沒有出國史。不過呢，其中案307乘以案122，那122是土耳其境外移入的人他是已經是確診的聚餐，所以大概是由他來傳。不過這土耳其境外移入這個不是我們那個以前那個旅行團是另外的，另外不是跟那個旅行團有關的。那3月25日因為胸悶、肌肉痠痛等狀況到診所就醫。3月26日、28日因為發燒，分別是診所及醫院就醫，因診斷有肺炎情況，收治住院並採檢通報，今日確診。好，目前初步掌握接觸者共46人。那案322於3月26日出現發燒、咳嗽、嘔吐、全身倦怠，到診所就醫，那症狀持續到3月29日到醫院就醫，然後收治住院，那採檢通報。那在案322發病以前，學校及宿舍為主要的活動地，目前初步掌握接觸者共13人，將持續調查是否有其他高風險的暴露史。那所以大概這兩個一個是307，一個322我們的本土的案例。那307大概可以就是確定是跟境外移入者的有相關的接觸而染病。那至於322，我們就持續調查中。那14例的境外移入個案是7男7女，年齡介於20多歲到60多歲。那入境日介於3月16到29日，發病日介於3月1日到3月27日。那活動地點呢，在這裡面，這是英國是比較多，從英國大概有7例，那另外有例到英國到冰島。那另外到美國的有3例其他菲律賓1例，法國1例瑞士1例那大概在這裡面總共16例裡面，在機場被我們攔截到有7例，那居家檢疫的有4例，居家隔離的1例，那自主健康管理的2例那自行就醫的2例。那另外呢，按315跟257、258、300是就讀英國同一所學校。那英國大概現在有兩個不同的學校裡面各有不同規模的一個群聚的情況。那返國前曾與案258與案300接觸。那案15於3月22日入境時沒有不適的症狀，25日發病，27日由衛生單位安排採檢。那另外318是長期在法國就學，那3月17日入境，那因為與案112搭乘同班機返國，因此被列為是接觸者。那案318於3月27日發病，28日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那今日確診。那另外比較特別是一個案321，2月9日到3月20日在瑞士工作。那他是都沒有症狀，他都沒有症狀。因為同行者，一個人是294，因為按294的確診，那因為跟他是等於是一個被我們列在管制的對象，
好，那按294表示在瑞士工作场所曾有当地人有症状，所以我们把这一群人为了慎重，里面就要求321到医院采检，那也确诊。好，所以大概这几个案例的情况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总共我们现在大概是今天到322，那39人解除隔离，那5人死亡，那276个境外移入的案例，还有46例的本土案例。好，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就是我们昨天又有那个应该是我们的类包机这样回来，那大概情况是也那2班的情况跟大家报告一下。好，谢谢指挥官，还有在座的媒体女士先生。那么跟各位报告有关昨天晚上的武汉的这个T4的国人返台的情形。那这个班机呢，它是由上海起飞，那么在8点20分左右起飞，那么抵达台湾的时间大约是在晚上的9点40分左右抵达，那么在10点左右，那么进到机棚，由我们3位的 CDC 的检疫官呢登机做初步的健康检疫之后，那么开始下机作业。那么这个班机共搭乘了214名乘客跟14名组员，那么乘客呢均着有隔离衣、口罩跟面罩。那在经过我们登机检疫的3位检疫官呢初步巡检之后，那么没有任何发烧的这个个案之后呢，那么开始下机，那么开始进行这个现场的作业。那么陆续经过发烧筛检跟我们医疗官的健康评估检疫以及行李的消毒通关，那么最后大约是在夜间的11点35分左右完成所有的现场作业，那么登上游览车前往这个检疫所。那么在夜间，应该是说今天上午的清晨1点09分抵达检疫所完成入住。那么这个是昨天的整个机场的作业情形。而这一梯的这个乘客呢，那么也跟各位报告他目前的健康状况。214名的国人乘客呢，那么中间有57名是12岁以下，如果是18岁以下，共有80位儿童，占了全部的乘客的37%，那么都没有任何的发烧现象，目前健康都还不错。那么当中有1位孕妇26周跟1名最小的儿童是10个月，那么都在我们检疫所里面受到我们医护人员的悉心的照顾。那么至于这个采检的部分，也在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由这个6名的医师那么开始进行采检，那么作为应该在很快的会有这个第1次的这个采检的结果。那么以上就昨日的这个班级做一个报告。那前天的班总共153人那昨天在记者会的时候跟大家报告150位是阴性，那另外3位因为检体有问题，所以另外我们再采过一次，那也全部都是阴性，跟大家这样子报告。好，那另外呢，有关于就是在公共空间我们所谓的一个社交距离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宣布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我们在讲等于是有非特定人的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我们希望保持在室外至少是要在室外至少要1公尺，在室内至少要1.5公尺。那如果有些区域比较特别的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距离，那就请一定要戴口罩。那相关的
比较详细各个的一个指引的话，我们今天下午的指挥中心的会议，我们讨论过后，那明天我们会来宣布。那我们今天基本上一个大的一个距离的原则，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从这里来看，各位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坐的这边大概都没问题，大概1.5公尺，大概1.5公尺都有。那我们上面就好像有一点不太够，所以明天起我们这位置可能要再做一些的调配，要不然就要轮流戴口罩了哈。然后这样就把距离隔开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好，那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来。不好意思，联合报这边有2个问题想要询问。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台师大好像有学生确诊，我们想要知道说他是境外移入还是本土个案。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从3月6号开始，我们的本土的确诊个案中啊，其实已经有3起是。因为跟返国的家人在进行居家检疫的期间呢，他感染的这个个案。那我们想要知道是说，因为现在其实也有5万的人在做这个居家检疫，那应该也还是以自己在自己家里面做隔离检疫居多。虽然我们有大方向的这个卫教文宣，但是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些起居的细节应该如何落实。就像是说，可能厕所应该要何时啊，几次做这个清洁，行李是不是应该要14天之后才能开，以及一些送餐的注意事项。那我们这边有没有打算去做类似的指引，然后让我们的居家检疫者或者是同住家人去做参考？以上，谢谢。你刚才讲的那个案子应该是我们的本土的案件本土的案件。那另外在居家检疫，我想我们本来就有发一些指引给我们相关的在受居家检疫的人。那不过你可以这样提醒，我们可以再把更详细的。根据这段时间有发生的一些状况，那可我们做更详细的解说。那我们相关的那些简讯大家的联络电话都有，我们会把它都发出去，让大家更有一个清楚的状况可以依循，也更能够互相保护。自由时报提问，就是想问一下，接下来清明连假，相信会有很多的聚餐。那在餐厅用餐的时候，虽然同桌的家人朋友可以想办法防范，但是桌与桌的距离会不会建议餐厅至少要距离多远，会比较对吃饭的人会比较安全？然后想再问一下，就是我们建议，现在是建议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大型集会建议要停办，想问一下这个数字有没有严拟要再下修呢？谢谢。基本上我们也是一样在室内的话，那我们就是要1.5公尺嘛。如果在室外这野餐的话，就要1公尺。那当然如果没有办法保持在距离，吃饭也没有办法戴口罩，那就要用相关的隔屏把它隔开来。那至于说100人、500人，目前还没有动，不过我相信这是会逐渐再往下修的。那清明节的连假，大家出外去旅游，那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交的距离。那公共的运输的基本在我们在火车站里面也好，高铁站里面也很难能够保持超过1公尺以上的距离，所以也建议那个情况也要戴口罩。那个《中国时报》提问昨天大直有个银行，它有发生抢案，然后有学者从里面看到一些问题，他非常的忧心因为这次的疫情它拖得很长，然后有些有失业的问题，还有无薪假的问题，担心这样的一个冲击，就是他担心饥寒起盗心，就是担心这样的社会治安问题会有扩大的可能。尤其现在我们的很多民众戴口罩，然后这个警察的资源很多在支援那个居家检疫的部分。那前阵子电子栅栏又出问题，他又疲于奔命，那他们就很担心。那现在指挥中心已经一起开设，理论上它应该是跨部会的，不是只有防疫问题。那他们是觉得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要事先预防。那这部分我们有如何的超前部署？谢谢。
其实这一块我们在警政署的部分，其实早就有做这方面的这个超前部署跟预防哈。我们的警力的部分不是说全部拉过来在防疫的措施啊哈，因为那个是这个搭配民政体系，所以并不是全然是那我们还是以这个维持这个整个社会的治安为重哦，因为我们也希望在防疫的过程要让治安更稳定，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们也一样会去做加强的查缉等等的这些处理，所以我们也要让社会知道哈，所以昨天这个抢案发生之后，其实我们警方也很快速的去掌握到这个嫌犯的这个动线，都其实就很快的就去做掌握了哈，所以我们也要让社会大众清楚，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警方一定会让台湾社会的治安是一个持续都是这个稳定的状况。你好，报道者提问哦，我这边主要有2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劳动的，跟一个是关于这个高风险族群的部分。第一个劳动就是说，这次是传染病嘛，那但是过去我们在传染病认定职灾的案件，其实可以成功认定的非常少，因为它的因果关系非常的难以认定。就算有成功认定的话，其实大概有70%左右也都是医护人员。但现在我们台湾确诊的案例那么多，里面各行各业的劳工非常多，包括说像计程车的司机、机师、空服员，或者是这个导游，或者甚至是公部门的约聘雇人员。所以我想请问说，请问他们将来如果在申请这个职灾认定的时候，这个都是属于职灾嘛？那会不会因为这次疫情比较特别，所以去放宽这个职灾认定的标准？另外，我们在立法院之前通过的这个特别纾困的条例里面有提到说，参与防治工作者，他会有一些后续的补偿跟子女教育费用的部分。请问这个防治工作者是有包含哪些人？那这个规定什么时候会出来？那第二个部分要请问那个张教授，就是说我们昨天其实有提到，奥捷团里面有4个人确诊，其中有3个人是重症。那为什么重症的比例会这么高？是不是跟欧洲的这个病毒基因型有关系吗？那里面死亡的这个案108，就是这个奥捷团的这个领队，他昨天有提到说他有这个体重过重的问题。那我们想请问说，肥胖是不是也是会造成这个提高确诊的风险？那要肥胖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会被列入在这个高风险的危险群？谢谢。好，有关于这个奥地利捷克旅行团的这个确诊个案，其实在先前也跟大家有做过一个说明，我们确实看到了有欧洲回来的这一些团体感染以后，他们变成重症，好像变化的比较快哈。那没错，确实奥地利捷克团确实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讯，就是说病毒的资讯，说是不是一定是病毒的特别的变化以后造成这样的现象哦。那不过只能在流行病学的资料上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里面体重过重这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在某一些疾病，然后例如说我们的流感重症，也是体重过重是一个会发生流感重症的一个危险因子哈。所以在这次里面，我们也看到几位就是比较肥胖或是体重过重的感染个案，它确实也是很快就变成重症的情形就出现哈。那所以目前在我们少量的资讯里面，我们认为体重过重是发生感染以后会是演变成重症的一个危险因子哈。不过这当然还要科学证据应该要有更多的数据来说明，然后只是说用我们目前看到的个案可以初步的推估可能会有这样的跟流感重症有点类似的状况。您刚才提到的是有关于职灾的这部分是吗？好，那就我所知道的话，职灾这部分的话，好，长途鸦片呢，先来整理下今日记者非常嘅
最新嘅重点，今边呢，中央公布嘅又有16個確診案例，16個地度就包含嘅有14個係對境外駛落來嘅個案，另外有2個係本土個案。同樣2個本土個案當中呢，就當清楚看得到，佢哋其實盲塞出國，不過其中有一個102個本土案例當中，分別係72歲嘅男人，另外有22歲嘅一個西拉爺，佢哋呢盲塞出國，不過兩位車位多，其中一個也72歲嘅西拉爺呢，佢係實同先前有一個出國嘅一個確診案例是接觸。故所掌握被車到，另外一個就係較後生嘅22歲嘅西拉爺，佢一下嘅感染源係密撒，還有係因為掌握車尾到嘅，發現講有錯，開始會有傳染通一條針頭，一般醫生看過後，其實一下係盲啲佢係因為感染到嘅，故所殺下來還愛繼續追查。另外，頭14個境外駛落來嘅個案當中，佢哋呢差唔多係去到英國遐島，其中還涉及有人還涉及冰島、美國、歐洲其他亞洲國家，係對亞洲所採有理有事冇就出國時駛落來嘅一個個案。另外嘅重點呢，就係從草案部差唔多到一個安部頭。9點40分過後，有一台雷暴機，佢哋就同214個民眾乘客再轉來嘅。前面經過一個檢疫，前面經過醫生確定過後，也所有嘅214個人，還有14個機組員工，佢哋全部都係陰性，都冇發燒，故所做的下飛機，坐定遊覽車去到檢疫所。然後基本呢，陳時中一個指揮官佢還公布嘅有關大家經討論呢，社會方要保持1天的社交距離，用嘅按照1天按照適當嘅社交距離呢。陳時中佢咪公布，從非特定的範圍地度呢，其實大家唔啲也空間地度、範圍地度有哪啲人，故所大家要請注意嘅係同非特定的範圍地度，大家聽咗要帶做嘢咩？唔過係講呢，去到戶外嘅所在，人同人切莫就要保持1.5公尺安遠。故所呢1.5公尺也係清楚嘅，然後佢規範出來。另外，同室內嘅部分，室內人同人切莫要保持1公尺嘅距離，所以希望講大家要保持安尼嘅距離，咁唔會講造成人同人接觸。更怕有其他嘅症頭，更怕有切片會扯來扯去。不過係講有特別嘅情形，比如講有人要去坐交通運輸工具，一種唔知一個人係哪條來嘅，冇辦法來掌握，故所一種算係特別嘅情形，冇辦法太多嘅時間提醒大家要帶定做嘢咩。另外有關法則，接下來呢還會繼續來討論。以上出一下呢，記者會現場都檢嘅情形嘅重點整理。基本的權利嘛，哈。想請問一下，那個部長，剛剛沒有針對322這一名沒有旅遊史又沒有接觸來源這一位本土病例，那剛剛有在講說，台師大應該就是本土病例，請問是不是在講這一個人？那他的這一位322，他的平常的活動地點在哪裡？然後大概接觸的人有多少？這樣，那如果是台師大的話，那他們的班級是不是要停班？然後第二再想請問一下，那個部長有說那個距離的問題，室內跟室外都有嘛？那就代表說一定要有人稽查。那剛剛有特別講到警力或是民政的問題，請問稽查誰來稽查？那他有沒有具有強制力的開罰？那人力上的調配，再加上現在又有這麼多居家隔離，然後又有犯罪事件，那我們相關的人力調配過不過得來？謝謝。因為我們當然這個現在講的就是說我們建議嘛，以這樣的一個方向。那我現在這都大家都有辦法做得到的，現在口罩有一定的供應，所以大家應該是在自律上，我認為是可以做得到。那當然，我們推動一陣子的時候，那如果還有這種比較相對極端的方式，我們這樣也會研議。我先跟大家報告，就是說，總是有時候會現在都是比較相對是軟性的，希望大家能夠在自律互相來配合。那前一段時間我們這樣執行下來，其實在我們比較高水準的
国民这样情况，其实配合情况都蛮好的。像我们那个集会的场所规定下来，那很多的这夜店也就停止了。那我相信在推动这个，那这有口罩，那有距离，大家有一个自律的规范，那应该好。当然，我一直都讲说，在有时候特定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采用这个刚性的方法。那时候刚性的方法，当然就有相对的一个处分会出来。那以上先说这样的报告。那至于在那个刚刚讲案322是我们要的疫调情况跟大家报告一下。有关322部分，那它主要是在这个校园跟上课的地点啦，那还有它的宿舍是主要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它搭交通工具大概是校车哈。那还有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很短的时间了，它应该是在昨天晚上10点之后才确认。那我们早上有紧急到这个校园去做疫调。那目前会先针对他的这个同实验室的，还有这个同宿舍的都会做请他们做居家隔离啊。那至于说要停班的这部分，就根据我们疫调的部分，那就会请他有上过课的这些部分来做停班停课。好，谢谢。部长好 ，ET Today 询问，第一个想请教是有关于机场健康声明填报不实的部分，指挥中心稍早有提供资料，是我们目前为止总计裁罚6件。那想请教是否可以分享一下这6件它裁罚的相关样态，里面是不是有包含像是发病以后但是赶回台湾的情况？第二个想请教的问题是有关于那个观光局相关接触者采检的情况，总共有采检多少人？他们的结果出来了吗？谢谢。那个健康声明书你们应该都看过嘛？有嘛？是我们上次就列了些发烧、咳嗽、痛，然后是写14天以内。那大概就是若有填写，那回来被我们查到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实的情况，那我们就会罚。那目前大概开罚的情况，我们大概可以那个相关的数字再跟大家说。那至于我刚才讲那个26您所提到是有关于266、277及269那277的部分的话，我们裁检到目前为止都是阴性目前因为他接触的人很少那目前裁检的是2个2个都是阴性2个对2个是阴性。放言党一心请教，第一，连假在即，监委张武修提到对于高速公路休息站的担心，他认为洗手间的卫生清洁要更快速的加强。那请问关于休息站的部分，指挥官刚刚有提到，除了这个戴口罩，那有没有别的部署或是呼吁？那第二，想请教指挥中心有没有国际或是国内感染武汉肺炎的职业分析，不管是确诊或是治疗状况，让大家从统计分析有一些警示。谢谢。好，那相关的休息站的一个清洁的工作，那我们已经有相关的准备。那不过您这样在提醒，我会再跟相关单位再提醒他们必须要来落实这样的工作。确实这个工作也是蛮重要，人来人往的那地方也洗手，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也是一样，大概就是维持一个社交的距离。那如果有必要就把口罩戴起来。至于相关的一些分析资料，是我们张教授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来。好，对不起，国内我们还没有完整的去所谓的职业分析了那不过从每次的报告，大家也许可以有一点印象，就是因为我们目前都是境外移入为主嘛那所以这些境外移入的大部分都是学生族群占蛮高的比例，另外就是旅游团的很多都是退休族群的所以这2个族群看起来是目前我们没有完整的数字，那我们事后我们再去试着统计分析看看，不过目前的印象应该是这样子。
台视新闻提问，想问一下说，就是两起的本土个案307跟322，他们有分别去几家诊所跟医院就诊嘛？然后另外就是说，他们因为都是自行就医嘛，那医师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下有可能怀疑说他们有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然后另外就是还想请教的就是这个案277，想请教一下说，因为他在菲律宾出院之后有吃抗生素跟类固醇，所以这两个药剂是不是会对这个武汉肺炎它有抑制的作用吗？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吃了这个药，然后所以压抑，然后才回到台湾这样子？好，吃抗生素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了哈。那吃类固醇，当然这是大家普遍知道，其实它是会抑制我们的免疫力嘛哈。不过当然也是要看吃的量的多寡跟时间的长短，那对我们的免疫的抑制是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较清楚的，目前是说，我们一旦得到武汉肺炎的话，目前我们的处置指引里面建议的是，原则上不要再使用类固醇治疗哈，那以免影响它的免疫力，让它容易变成恶化的一个状态。那只有非常例外的状况，例如说，它是败血症以后引发的某一些状况，那是用类固醇是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会去考虑。那不过原则上，我们目前是希望不要使用类固醇来治疗武汉肺炎的病人。有关这2位本土病例他的看诊的状况哈，307的部分它是307是一开始是看诊所哦，诊所有2次，那到最后一次是才到医院就医，那被通报。那再来是322的部分，那有去看过诊所1次，那医院1次，好，那第2次在医院的时候就被通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2例看起来都是因为有照了 X 光，胸部 X 光以后看到有肺炎，然后就去采检，验是不是武汉肺炎了哈。那这个部分在我们昨天中午的专家小组会议里面，也除了原来就已经说医师看到肺炎怀疑是担心是的时候，就应该可以通报送验然后。那昨天再次的更强调，或者是希望更扩大对所有的肺炎那医师不管他怀疑或不怀疑，希望通通都送验，然后我们就扩大筛检的概念。那希望不要有任何的肺炎的个案会再漏掉没有做及早的送验而及早诊断出来。这是昨天专家小组会议里面有在新的一个新增。那此外，在我们的通报定义里面，在上礼拜的专家小组会议里面，其实也增加的通报定义里面的一个条件，就是有出现嗅觉、味觉异常状况的时候，那也是应该要当作可能是武汉肺炎的通报个案来做通报跟采检送验，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到昨天的306个个案里面，至少有24个个案出现有嗅觉或味觉异常的状况所以这个已经在上礼拜的专家小组会议里面就已经把我们的通报定义有扩大就是有出现嗅觉味觉异常的状况，也是应该进行通报采检。其实这个通报定义也好，或者我们扩大采检的定义也好，其实这段时间随着这样子一个疫情的变化跟资讯的取得不同，它其实一直有这样相关的变化。我们是等一下记者会后，我们把一个最新的那用通报定义也好，或者采检扩大采检，我们做一个新闻稿给各位，这样可能会更清楚，因为这实在是一直变嘛。从我们最早记得是武汉旅游史，加上发烧且呼吸道症状，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变化很多。那一直在滚动式的修正。所以我们会后整理一份给各位。不好意思，东森提问，想问一下观光局的那时候接待277的，不只是确诊的269，还有一位主管。
旅服的主管，他也有裁剪了吗？那他的状况是如何？另外，刚刚说到277的接触者裁剪是包含了他爸爸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呼吸器的部分，因为我们台湾目前没有做急重症呼吸器，那现在说有要找睡眠用的呼吸器的业者来做，这个有进一步规划吗？谢谢。277哈，就是277的父亲哈，也有裁剪是阴性。是他父亲是阴性，嘿。另外一位的，哎。另外一个我再 check 一下好不好？好，我再 check 一下。好，那么有关这个大家关心的，万一发生有一些急重症的个案需要呼吸器来支持治疗，那么国内的准备情形如何？在这里跟大家做个报告。那么经过我们的盘点，一直有在监测中，那么全国201家的急救责任医院，共有约1万台的呼吸器啊。那如果再加上这个非急救责任医院，那么包含 RCW 的部分呢，那么一共是14000台左右的这个呼吸器。如果折合成为人口密度的话呢，台湾的呼吸器拥有率呢是每10万人口达61台啊。那么相较于如果是这个德国的话呢，是每10万人口24台，英国的话是每10万人口12台，那么意大利是每10万人口5台。好，那么相较于目前这些国家，台湾的呼吸器相对是比较充足。至于可以紧急调用的这个呼吸器，那么我们每日都有在进行监测，那么大约都是维持在1300多台左右。所以换成这个重症率的话，大概可以提供1万到2万人左右的这个病人，那么来使用。好，所以大概目前的准备情形是这样。BiPAP 对，有一些是属于刚刚所说的这个呼吸器都是属于比较传统侵入式的这个呼吸器，也就是说它是需要有气管内的插管，然后外接这个机器的这一种。那另外国内有生产的是属于非侵入性睡眠型的，那么有人是说这个 BiPAP 或 CPAP 这一类的哈。那这一类在使用上哈，那么它还有一些顾虑哈，因为很可能它也会有大家会比较讲的就是这个气溶胶现象好，所以在使用这一些所谓的非呼吸器的时候，它另外有一些需要配套的这个照顾模式或周边的处理好，那这个我们会在找相关的专家跟这个研究单位来商讨，在必要的时候能不能够，那么比如说改装哈，那么或者是给予一个特别的快速的许可证哈。指挥官好，苹果日报2个问题提问。第一个问题，刚刚张教授有提到说，目前来讲，我们进来的确诊案例来讲，还是以境外移入的案例居多嘛，而且大部分是学生族群。那当然也看到说，大概已经有4家的大专院校有出现这个感染的状况学生感染的情形。那有没有针对学校这个部分？因为很多境外移入回来的学生还是会回到我们一般的校园来做一些就读的状况。那这部分来讲，针对校园部分有没有一些提醒的注意的状况？那第二个部分是说，今天我们有公布这所谓的医疗照护工作人员的这个所谓的个案流通报或者是后续的处理的状况。那也有之前出现一例院内感染跟一个安养机构的部分嘛，针对这部分来讲，我们在这比较特殊的机构的处理的情形，谢谢。2个大概一个大概指的是34案嘛，34案到46案，中间去掉43、44。39、40那样的一个群聚，9个案子群聚，那这样我们的潜伏期都已经过了，所以那个案子我们认为就是已经没有相关在社区的影响。那至于156案，156案我们大概也裁减了100个人嘛，
好，那大概那个状况也还有一个还没有检验，还在检验中。那其他周遭也是基本上好都没有其他的阳性的个案。好，那个还需要一点观察等待哈，一个等待期。那个是上个礼拜六嘛哈，上个礼拜六的事情，到现在大概9天，最后几天这样的潜伏期如果过了，没有新的案例出来，那也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了哈。那刚才有相关没有嘛哈？你就问这个事情。那个学校的部分。哦。学校部分现在回来，现在慢慢那个警报也慢慢松了嘛哈，因为我们大概从19号起就全面的哈，应该17号那个我们那个宣布的时候时间开始，一直到现在，那都是要居家检疫。那至于在前端的欧洲的那一波，从14号开始，所以14号过去，大概都已经进到我们的居家检疫。那前端的我们也都有召回他们在居家检疫。那美国的这一端是。好，美国跟就是说其的刚才讲欧洲跟中东相关的区域，其他的区域19号都进来嘛。那所以在美国的这一块，我们是拉回来有呼吸症状的，呼吸道症状跟健保有看过病的，我们都召回他采检。好，那一部分也召回他采检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关怀中心，就医没有召回采检的，我们都逐一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相关的症状，如果有症状，我们就请人家安排他去就医。大概这段时间是用这样的情况。好，那这段时间就好像我上一次在讲，在这一波里面，中间有这些时间差的，一直到应该到明天，都会算是比较稳定。我一说比较稳定，就是大部分都会在我们的机场，然后进到我们的居家检疫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就把这条线守好。那情况是会比较单纯一点，加上进来入境的人数也在少嘛哈，昨天到1600，昨天因为还有这个专机嘛哈，所以含专机进来有1900位，所以如果扣掉专机，其实其他的部分大概1700，那已经是连续3天都已是低于2000人以下了，大概我们入境的人数大概都已经降到2000以下，那出境的人数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就国人现在出境都低于1000人以下，每一天出境，因为可见其实国人对于这个出入境的部分都一样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减少不必要的旅行这些事情，我们也已经做到，所以接下来就是让这个在机场的采检，然后到居家的部分我们把它做好这样。好，那个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是不是留最后3位，好不好？我想要请教口罩方面的问题。昨天有讲到说可以寄给海外的亲友，那这个是我直接就拿去邮局就可以寄吗？有没有人去认定说，到底这个收件人他是不是我的2等亲，或者我要如何去证明这个收件人是我的2等亲？这一块这个经济部跟海关那边已经有设立了一个申请的网站，所以你只要在这个网站上去做申请，那申请就会取得这个许可，那在这个线上就会直接跟我们的户役证系统去做勾稽，确认你是2等亲内。那所以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这个线上申请，取得这张许可证，附着这一张许可证来做寄送。长官好，我也是要问那个有关于这个海外寄口罩。那因为如果有比较就有一些长辈可能他不太会使用网络，或者是他可能会填写错误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他可以求助，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方法他可以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在跟经济部跟海关来看，是不是他们在地方有没有相关的服务处所可以来做协助民众来做申请的，好。你这讲的也不错，就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去哈，那确实看起来在海外的情况是蛮吃紧的，确实有需要性。那有一些情况，反正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我们对相关的特例，我们可以研议一下一些方式，能够协助他们因为我们既然开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就尽量帮忙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好，来这个。
不好意思，欢迎提问。想请教，因为有医师有提醒到，过去 SARS 的时候，就是在清明连假之后，它的疫情爆发，导致医疗体系崩溃。那就是疾管署这边有没有做过相关的准备？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最近大学都一直在传出有确诊个案，那未来会有考虑要停课吗？谢谢，以上谢谢。那停课的规定跟现在就一直都没有认为说在放松或加紧的必要。没有，就照原来这样的一个规定在走。好。其实我们这清明连假的部分那个内政部在这部分已经做了相当多的一些的准备工作。那同时呢，医疗院所也在这部分加强这部分的警戒SARS 的经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警惕。那各位也应该有听到，在内政部也透过了很多的一些的宣导活动，希望减少大家去扫墓或者甚至是聚集等等的这些活动。也许副指挥官会比我更详细的了解这个问。好，那就清明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几次都不断的在做宣传，然后因为很多县市法会都全部都不办。那纳古塔的部分我印象是有9个县市，因为我们会随时在做更新有9个县市反而是在清明节这几天就不开放。那就算有开放的，他们都会采取这个人流的管制，就是入塔的人数是必须要控制的。那一样要做一些这个发烧的这个量测，然后这个进入的塔内的人数，他们会去控制在一定的这个人数里面，这样子。那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在这几天，其实我们还是不断在讲对，我相信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子子孙孙都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所以其实真的不必要一定要在这几天。那我们其实在前几个礼拜，其实都已经达到分流这个祭祖的这个方式。那线上祭祖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那这次在连假当然有这样清明扫墓的问题。也可以看，其实我们大家都扫过墓了吗？还是大家都准备要清明这连假去扫？准备清明连假去扫，我们是看有多少人准备要去扫，很少了大家都扫完，我也扫过了，去的人没有很多，去的人现在都是没有，大家就全家现在就是分开，以前大家都就尾做一起，那现在讲说大家有空就自己去这样子，避免大家太过于聚集。然后第二，在这个海外的口罩的问题，我昨天也看到2个故事，第一个我又觉得不太可能，一个就是这医疗崩溃的事情，就德国派了一台医疗的专机到意大利去载重症的病人回到德国去医。我第二那是载回德国人吗？他不是，他是载回这意大利人去医。所以我太太在问我说：“那你会做这种事情吗？”我真的愣了一下，后来我想说，我很佩服他们这样的做法，很有人道的精神，但我不会这样做了。但真的是很困难真的想起这些事情真的是非常困难。大家都在这种人道跟保护跟医疗的能力量能之间，不断的在做这些选择。其实在这段时间，台湾也是一样。我想各国大家在做这种选择。那我现在听到就是像美国这么算是非常物资很充分的区域，我现在听到一个朋友他们在美国是做研究的医师，那现在已经准备被召回到第一线去帮忙看病人。他们本来是做 study 的，现在都要到医院里面去看。那然后第二就是说，那样被召回的医生没有口罩的供应了，因为他们口罩留给内围在真的照顾，他就召回一些外围的人嘛，那把外围的工作去帮忙做，那外围人进来就医院也不给他口罩或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个整个时代实在是在变了状况实在是变很多。那另外我还是要呼吁说，在这段时间就是清明，大家要出去玩也好，我实在也不敢跟大家讲说尽量不要出去玩，然后因为闷太久了反而也不好，
好，不过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卫生、环境的卫生，那我们的社交的距离，那在就是那种不通风的地方，注意就是不要在1.5公尺以内，那如果要这样的距离就要戴口罩，那通风这种是很好，那如果要在1公尺以内，那还是把口罩戴起来，提醒大家注意。那我还相信说我们国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跟我们的自律的精神，我们不用走到要处罚的路，大家就能够把安全距离把它弄出来。前2天我们张文祥讲，我们的护理师也讲，就爱有多深，我们就距离有多远吧。谢谢。